谢你对我的栽培，用真苦心甲我鼓励，永远记在我的心底。母亲花啊，母亲花，不惊日晒，不惊风吹。母亲花啊，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一个，忍受着一切，坚强又美丽，我所敬爱母亲花。付出上介多，温情袂当摕，天下的母亲第一个，母亲花。哎呦，阿川啊，底恁哪个油头革面啦？我是无考到恁树兰吼。哎呀，毋是这啦，我拄才去警察厅，听到讲南洋伫要烧钱啊。搭烧钱，迄是迄日本兵的代志，甲咱有啥物地带？哪会无地带啦？啊，徐高美的管制呢，我是咧烦恼这啊。阿美管制，敢会影响到咱啊？啥物才影响咱呢？哎呦，徐高吼，连咱家己都会无米通食哦。川啊，安尼你要安怎拍算咧？啊，卖米无通买是无要紧，啊无通食哪会用的啦？我想不烦的咧，咱先偷囤一寡米起来咧，莫时到连咱家己都无米通食就食啦。对，安尼我赞成。啊，等玉辉倒转来吼，叫伊倒搬。好啦。哎呀，杜桑，咱找好佳仔，有你设想才会上道。安尼就算讲咱暂时无当营业，咱嘛免惊。你会当了解阿爸的苦心，安尼上好。秀兰啊，恁后头厝最近安怎？我拢伫咧厝诶，无转去，我毋知呢。哦，是讲安尼啦。人讲亲情还亲情啦吼，啊这小项的代志啊，也是都爱清楚较好。亲家哦，已经2个月无联系互我呢。啊，而且最近这时机阁愈来愈歹呢。我是讲，迄条钱吼，也是收转来较好。你想安怎？阿爸，是的啦，甲你欠钱欠安尼久。不要紧，这我无怪你。但过你都爱知呢，我若亲身去甲亲家讨钱，这账面上恐惊会真歹看咧。我知影，多谢阿爸你的体谅。要无安尼好无？你替我走一转，等于将这笔钱收转来好无？玉辉啊，啊你要甲因丈人讨钱？阿姨啊，你也别当门口甲讲这啦。啊敢毋是？啊，秋兰啊，啊你要等去替阮讨钱是？玉辉啊，啊若陪恁某倒转去甲恁丈人讨钱，恁丈人啊一定足见笑的。啊你著爱较好咧咧哦，毋通安尼无钱讲无话呢，啊到时亲情就歹做啊。阿姨啊，拜托你莫搁讲好无？哎呦，啊当好心互雷金圆啊，我是甲你提醒呢，无爱听煞。玉慧，我看我是我家己转去啦。秋兰，你即马有心地，我袂放心的啦。你莫听伊的话啦，我甲你转。阿母讲了无毋对啦，假使你甲我转去，一定会互你真歹做人。我家己转去，我嘛较好甲阮爸母开喙。我家己转去就好啊啦。我先来走。秋兰，啊无你甲你较细个呢。我知影啦。玉辉啊，啊你无缀恁某转去，安尼毋则对。迄落互恁迄赤白白的丈夫嘛吼，用迄扫帚甲你吼倒出来，安尼搁较歹看。
弟啊，这青草药啊吼，家己的面抹抹咧。唔爱啦，安怎啦？啊，就是咧抹迄唔免什么垃圾药啊！你看害阿姨啊，唔则安尼，个规身躯拢起疹毛。哎呦，到底是咧讲啥啦？我都唔知影讲阿姨的面会过敏啊，所以我唔则看到讲伊这手吼，安尼互网啊顶啊正歪歪，我唔则会摕药甲抹。哎呦，惠弟哦，食安尼垃垃圾圾太过烂落，唔则会害婴儿安尼。哇，你这是搁咧嫌啥货啦哈？我嫌大只啦，嫌恁囝哦，安尼开这间店哦，无出头，无才调，趁无钱啦。嫌讲哦，甲人无迄个有亲像的厝通啊大啦。你是唔通伤过超过呢？啊，你若有好胆吼，你搁讲一遍啦。莫讲莫讲。我毋捌看迄查某吼，遐定型的啦。来，阿姨啊，阿嬷甲你抹药啊，吼，这，来。规工坐等命，迄钱就对天顶拨来遐。囡仔要看病就无钱，我都毋知影你是要安怎。这我哪会知啦？啊，都无人要来我剃头，我哪有法度啦？我敢着出外口去人救来剃咧。见着你这款翁哦，着衰一世人啊！看到就有气，真正拢袂晓想办法。哎呀，你啥咧拍阮囝啦？钱哦，钱是要你摕去七娘八样，油了啦，搁咧讲。啊你敢无趁着利息呀？哦，若趁钱哦，就算恁的；若了钱就算我的。安尼我嫁毋着翁，是要算啥个呀？若有才调哦，叫新华将迄笔钱甲趁转来啊，较免互阮某仔囝伫遐得枵死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唔通伤过超过哦，食遐搞。本来就是安尼。好啊啦，一工照三顿伫咧玩，较差不多的啦。囡仔伫咧哭啊啦，阿丁啊，去骗囡仔。你看咧，迄是什么态度啦？讲你目睭一直打紧，你是你要吐泪啊？你嘛看有法度人一工互剩较平静的无？阿爸、阿母、哎呀，秀兰啊，秀兰，啊你若转来。你敢无看到你娘嫂，还是什么态度？不但无友好阮两个老的，我定来甲你误敬。刚才阮两个命太软了，啊若无早都去互气死啊啦！阿兄拢唔管哦。哪有效啦？伊拢嘛听无嘴，都拢嘛阿弟咱咧做主的。阿某要成家呢，安哪有法度啦？你娘嫂吼，安尼一工破阿姨也破条条，讲啥物伊无闲好做工课，厝内面的工课拢放咧我做，我安尼透早做到暗，做到我要忝死。我若无想无去哦，愈想就愈气了。你家己的身体就要顾好呢吼。秀兰啊，啊你无代无志，转来要创啥啦？阿爸、阿母，即马时机歹歹啊，阮大哥欠用钱啦，啊，假使若方便，咱欠伊的钱，是毋是会先还伊？原来你讲规半步，你就是要转来甲我讨钱的吼！啊，你毋是讲恁大官人真好？我叫是你真是遐友好，要倒转来煮饭互阮两个老的食呢。若是要转来甲我讨钱哦，后摆你都莫转来。阿母，我就爱转来的啦。啊，阮大官看咱2个月无来利息啊，爱我转来看卖咧。转来看卖咧，有啥物好看？钱嘛才欠2个月尔，你就安尼拖紧紧。我一方面让新妇糟蹋一个，一方面你要转来甲我讨钱，我哪真个歹命？后摆你若是要转来讨钱哦，莫转来啦！
无猜我安尼饲你遮大汉，我安尼真歹我嘛无希望安尼，啊，毋过，阮大哥一直爱我转来，我嘛无法度。变小，好家人敢会欠钱哦？欠人钱啦，理由就较输啦，你莫阁怪小人啦。阿母，拢怪我，我无法度阁趁钱。可是哪会用的？我甘愿趁钱行孝，你就袂遐尔艰苦，遐尔伤心啊！阿母，你若要讨钱，规气你去甲恁阿兄讨，无法度啦。阿兄，食饭啊啦？阿素人咧？伊都出去啦。出来啦！我听到讲哦，讲你是倒来讨钱的啦。阿兄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啊，你家己嘛有看的啦。即摆时机遮尔歹，我店搁开淡遮，规工踮遮咧饲网，我敢若看咧吼，心肝头就比啥较压杂咧啦。阿兄，安尼，你什么时阵会用害钱？你即摆搁忍心甲我讨钱哦？我干那饲某饲囝都饲袂饱，我倒搁有迄个钱通用你啦。你嘛知影啦，我淡厝哦，干那规工看阿母甲阿丁两个踮安尼冤家哦，我看到心肝头就刺插啦，想要灭就灭无咯。啊，搁讲甲恁迄个阿嫂啦，自从生阿儿了后，迄脾气比啥较歹。啊，我若甲讲两句啊吼，伊就切着啦。这样要怪，都怪我想过疼。即摆连害我家己嘛管袂着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下的母亲地伊个，安尼吼，安尼趁无钱啦，煞害你白走一逝。等时机若好，阿兄的生意应该做会起来，到时伊才害钱就好啊。唉，甘愿做牛吼，唔惊伊无田人犁啦。怪什么司机歹，死家己喊慢啦，趁无钱安尼规身躯借牛，连你都甲你拖落去。爸，我不要紧啦。秋兰啊，出年吼出这半罐酒尔啦，你摕回去互恁大官抵做利息啦。恁大官吼上较爱食我加的酒，你身体当然较袂为难你啊。阿爸，唔免啦，这酒你家己留的啦，阮大官还阁有酒咧。啊，你安尼双手空空转去，是要安怎交代啦？我会请伊阁甲咱宽限一站啊，你唔要烦恼啦。你免骗我啦！若真是会当安尼吼，嘛免讲你今仔有心啊，去转来找人咧讨钱。阿爸，阮大哥真明理，嘛真孝情，真实的，我无骗你呢。搁再讲，我即摆有玉辉的囡仔，玉辉嘛会替咱讲话啊，你尽量放心嘛吼。我要紧转去啊，有闲我就过来看你吼。秋兰，啥？连半仙都无通摕转来。阿爸，是的啦，阮阿兄若是趁有钱，一定随行李的，请阿爸搁宽限一站啊。哈，我早就看出出啦，这条钱吼送嘛饲好，有去无回，根本就收袂倒转来啦。啊，恁后头厝专心就要还这条钱啦。吼，你搁会甲暗号，挑人倒转洗一轮，啊，再转来把人骗着对。啊，拢爱怪你啦！
贪人利息钱啦，钱少啦，搁要啉人的酒啦，啊，当即嘛咧，酒无啦，啊，连本金也拢去了了啦。阿母，阿爸，实个人，阮兜就真是真困难，我无骗恁啊。利息呢？啊，上少利息酒你嘛爱摕转来。阮阿爸就剩半罐酒，我就留予伊老大人啊。留互伊啉？哼！唉，这人的心肝内咧想啥货吼？看伊做代志就知影啦。啊，他心背心嘛无伫咱遮，伊哪有可能留互你啦？啊，不管安怎啦，2个月20块的本金，一定要你甲我摕转来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喊你明仔载暗顿进前，钱就爱甲我摕倒转来。若无你是莫怪我含亲家起屁面下。你就真伫烦恼遐。甲你吵着啊？我看明仔载你往那免去啊，一定摕无钱的。我一直伫咧想，假使若是会当搁去打庄仔趁钱，安尼问题就解决啊。毋过，这已经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就算讲有机会，我这做翁婿嘛袂答应互你去打庄仔。就要天光啊！若是天光啊，我嘛是爱转去走一转。我喊你明仔载暗顿进前，钱就爱甲我摕倒转来。若无你是莫怪我含亲家起屁面下。我是要安怎开嘴？小兰，玉辉，你免回去啊啦，我借着钱啊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你看，天拢暗啊啦，啊树若到这个还袂倒转来。伊若敢甲我秘在后头厝唔转来，后盖秘严大门吼，唔准伊踏进来。哎，咱玉辉啊，转来再叫伊去找，人找着才讲。出来，咱袂当互伊啊知讲这钱是借来，也若无伊会搁找你的麻烦，所以我袂对你一个，你家己想一个。我知影。爸爸，阿母，安怎？啊钱有摕到无？阿爸，这是本金20块。为着这20块啊，互你安尼弄来弄去，太辛苦。啊，若去动着胎气吼，啊麻烦就大啦。啊无呢，你去休困，用下暗顿啊，互金矿仔煮就好。阿爸，我袂忝啦，我来煮就好啊。一千里